母音 A E I O U 呢啲係高音，亦都係長音。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as s is o as e o。佢哋嘅高低中三個音調係o。呢英語拼音法嘅5步，第一步分音節，子音帶母音音節，子音帶母音音節。第二係分音律，三個音節一定係高、中、低 ，high mid low， 中、高、低。第三係拼上，第四係拼下。拼每一個音節嘅程序係母音加尾音，再加頭音。母音係 o。N 尾音係on s頭音係san，低音係第二個音神。呢度係 E，S 係 S、Z、F、V、J 五不改裏面嘅聲音 ，S 嘅尾音改唔到。前面冇音，基本就讀佢嘅短音 E、T、ta、t， 頭音係 ta E，T，中音係第三音 T， 神。E 係 A、T、ta、t， 尾音係 t，A，J、J，頭音係 J， 頭音第一個音就係高音 J、T、神。而家拼下邊兩個都係低音冇得改 ，J， 中音係 J、T、神。第五步，第一個係比較邊個讀出嚟最容易、最快、最順口、最好聽 ，Jettison 應該係最容易、最快、最順口、最好聽。第二個比較係比較兩個高音 Jet、T， 邊個出嚟嘅地方比較高嘅嗰個就贏啦。鼻嘅高、中、低，喉嘅高、中、低，口腔裏邊喺中間 T、E、T 喺呢度出嚟 E、T、Jet 喺上面出嚟，所以兩個嘅比較都係 Jettison。They had to jettison cargo during the storm. They had to jettison cargo during the storm.